后来这件顶件着各界的国会跨党派的立委集体收钱的弊案，包括立委苏贞昌、廖国栋、陈超明在内，总共7个被告，互法院裁定收押禁见了后，带入去台北看守所。这个陈超明虽然伫咧法院的拘留室激动大声来喊话。 为什么要甲我压起来呢？但是进入去看守所，这个看守所了后，就无过来失控咯。今仔日一透早，这7个人起床了后，拢有甲早顿食饱食了。我们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。无到1个月进前，立委廖国栋佮含党团的成员徛做伙，反对监察委员的提名名单。但是即马因为涉嫌收红包，去用关入去看守所。 它就跟一般收容人入所的新收作业程序一样，它是要做人身跟身体跟人身的检查。那今天会安排这个不可能是在上午，也可能是在下午做一个医师的诊断来做一些健康检查。去由检察官指控6年来收红包2000多万的立委苏贞昌，同款去用收押禁见，包括陈超明在内，3个立委去用收押第1名拢真正常。羁押被告我们是不可能让他独居的所以我们要配注这个刚刚所提的，就是一些案情比较单纯的，然后要规范。 是有大概2到3位，可能是审讯的过程实在是伤忝啊，所以被告拢是食饱就困。看守所的第一天，因和其他的收容人同款，食的是3项菜1个汤，早顿的笋丝肉糜，还有五宝丝拢食了了。除了身体检查，为着卖互因见面甲讲话，户外的活动时间拢轮流安排。这个案件由高检署的检察长精神布局要求慎重，搁再慎重。就算被告找来足侪大牌的律师。 但是检方也是大赢